歡迎又再收聽呢、個小薯仔關心社區嘅第二集啦。都簡單介紹多一次呢個節目係做啲咩呢？鑑於今日都幾多啲大嘅政治事件啦，咁我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呢。呢個節目呢，就雖然有即係作為主持嘅我有少少嘅立場咁，但係咧呢個節目主要係圍繞住即係政府提出嘅諮詢文件。咁然之後咧，我哋就針對住佢提出嘅諮詢文件咧，就作出一啲討論啦，或者係個人嘅抒發啦。咁從而咧總結出一個結論咧，就再 send 翻俾政府嘅，以一個政府僅如打開咗嘅一個門口去同呢個政府溝通。雖然未必係非常之有效，咁但係都叫做出咗分力啦，即係。就所以叫小薯仔啦，係咪？咁啊難以改變大社會嘅。如果作為個別嘅一個小薯仔，咁啊盡量試下啦。咁啊第二集一開頭咧就講翻第一集先。咁第一集咧嗰個意見咧，我就已經 send 咗過去相關嘅機構啦。咁亦都係非常之快咁收到一個電腦嘅回覆，就係話我已經收到你諮詢嘅意見啦，就電腦 send 俾你嘅啫。咁我哋會考慮，即係話呢啲嘰哩咕嚕嘅嘢啦。咁咧除此以外咧，我亦都同咗阿 A 啦，咁即係 Mr. A 咧，咁就錄咗一個兩個主持嘅版本嘅，即係關於都係第一集嗰個人對人促銷電話。咁嗰個名咧就叫諮詢批。咁係咩意思咧？就係諮詢文件嗰個諮，咁啊深度咁去批判一下咧，所以就叫玩個食字叫諮詢批啦。咁相關嘅嗰個節目咧，其實就放咗上 YouTube 一個非公開嘅 link 入邊嘅。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咧，我就會放喺下面嗰個注釋嗰度咧。如果有人想聽下兩個人討論嘅版本會係點樣咧，就撳入去聽啦。雖然都大概嘅內容都差唔多，只不過睇下都有少少阿 A 嘅唔同嘅意見啦，咁都可以值得聽一聽啦。咁今集呢就會因為都今日係7月14號新歷嘅，不過係唔係舊歷嗰隻。咁啦緊接落嚟呢，就比較快去到呢個截止日期嘅諮詢文件呢，就係檢討與閱讀殘障人士有關嘅版權豁免。咁咧，其實原本咧，我哋都想請即係有關界別嘅人士啦，咁就係即係阿 A 啊，係做即係視障人士中心嘅一個職員啦，咁甚至乎揾一個本身係視障人士，咁咧，但係就都算係科技界嘅人啦，咁但係即係難約啊，所以咧就睇下遲啲會唔會又整多一個多人版本嘅一個咁嘅節目，咁就暫時今日得我一個人自己錄先啦，就冇辦法啦，冇人陪我同埋。自己一個人錄就易啲搞嘅，咁咧攣翻呢個文件咧，咁即係今集討論嘅呢一個文件咧，咁亦都喺香港政府一站通嗰度咧，就現正刊登嘅諮詢文件入邊可以揾到嘅，咁就先重溫一下到底依家有啲咩諮詢文件咧。咁啊，最近一個就係加強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啦，就係7月31號嘅，即係2個禮拜之後就截止噶啦。咁緊接落嚟咧，就係檢討與閱讀殘障人士有關嘅版權豁免諮詢文件咧，即係我今集會講嘅咧，就係8月9號。跟住咧就係到食物摻雜金屬雜質含量規管嘅建議修訂。咁咧呢個就係9月5號嘅，比較耐少少咧就係性別承認議題公眾諮詢啊，咁就10月31號嘅，咁我哋開始啦。咁呢就係呢份諮詢文件呢，就其實我就覺得比上一份好少少嘅，咁可能係礙於嗰個風格個方面有啲唔同啦。咁有啲咩唔同呢？最主要就係上一份文件呢，就係講晒所有嘢啦，講晒話有啲咩佢覺得一定唔可行啊，跟住然之後就有少少規限性話俾你聽，其實佢哋想你喺佢哋諗咗嗰2-3個，即係有篩選嘅方式入邊，你會揀邊個方式啊？或者有啲跟住加個 others 俾你，即係想俾你發表下其他意見啊咁樣。咁但係呢個呢都有類似嘅，但係呢佢唔係放喺最尾嘅，一路討論嗰個背景呢，就一路呢有啲問題出嚟嘅。
咁就可以一路講一路答啦，咁都幾好嘅。咁呢一樣嘢又比較唔同啲啦。咁首先開始咧就係講講呢一個諮詢文件嘅目的先。咁咧呢個諮詢文件咧其實就喺世界各地咧都有類似嘅政策啦。咁就係方便一啲盲人啊、視力障礙者或者其他印刷品閱讀障礙者獲得已出版嘅作品嘅版權豁免咧。咁然之後佢哋國際之間咧就簽訂咗一個叫做馬拉喀什條約。礙於嗰個馬拉喀什條約咧就喺16年嘅9月生效咗啦。咁就係睇下政府就係想知道需唔需要配合一下而修訂香港現有嘅版權條例啦。咁所以就有呢份諮詢文件啦。咁就首先嗰個背景就係咁樣啦。咁就有關嗰個馬拉喀什條約咧，就真係需要大家自己去上網查一查有啲乜嘢。但係最主要咧都係話如果喺一個好合理嘅情況之下，咁你想將一啲已經公開、已經出版咗嘅作品咧，變成一啲方便嗰啲視障人士或者個閱讀障礙者嘅話咧，即係例如啲咩咧？即係可能隻手傷殘撿唔到書嗰啲都好啦，咁就作出一啲非官方出版嗰個形式咧，就係令到佢可以吸收到有關嘅資訊。例如啲字變得大啲，咁就容易啲睇啦。變成有聲嘅，咁就可以聽啦。咁就變成點字嘅，咁就可以俾啲盲人咧去用點字摸到出嚟啦。咁樣呢啲咧都係受到一個豁免嘅保障嘅。咁當然即係唔係樣樣嘢都得啦，嗰個豁免亦都有一定程度嘅限制嘅。咁我哋就繼續睇落去啦。咁現時咧香港講緊香港嗰個版權條例第528章咧，就已經有一系列嘅版權豁免，就去照顧啲閱讀障礙嘅人士嘅。咁咧嗰個版權咧就係適用於第40A 至到第40F 條嘅定義咧。咁呢度就簡單講少少咧，就係話便於閱讀文本，就某版權作品而言呢，就係指令閱讀殘障人士較容易閱讀或使用該作品嘅文本。咁樣呢，就需要由一啲指定團體去做嘅。咁呢啲指定團體呢，就必須要符合以下描述嘅團體啦，就係佢嘅附表1第一條所指明嘅教育機構啦。咁啊自己揾翻啦，我都唔詳細再講啦。咁第二嘅描述咧就係根據稅務條例咧，就係申請咗88條嘅嗰個豁免繳稅嘅教育機構。咁第三咧就係獲政府發放直接經常性補助金嘅教育機構，或者係第四個咧就係非為牟利而成立或營辦，主要嘅宗旨係屬於慈善性質，或者喺其他情況之下咧係促進咗呢個閱讀殘障嘅人士嘅福利為務嘅組織。咁佢哋指閱讀殘障咧，就根據香港現時法例咧，就係指失明啦，或者嗰個人嘅視力受到損害，以致佢唔能夠用一啲矯正嘅鏡片，即係眼鏡啊，或者老花鏡啊等等咧，就係將佢改善為一個一般可以接受嘅水平。亦都有可以話係由於身體殘疾冇能力係去撿到書啦，或者係令到佢嘅眼睛咧係可以聚焦同埋移動去達至一般可接受嘅閱讀程度。嗱，呢個就係香港現時咧嗰個版權條例嗰個豁免嘅某一啲定義啦。咁樣咧，佢認為咧政府依家咧需要檢討嘅嗰個範疇咧就總共有7樣嘅。咁而家先講第一樣先啦，就係受益人嗰個範圍啦。咁咧就頭先所講咧就係嗰4種咧就係香港現時版權條例受益人嗰個範圍啦。咁但係根據咧馬拉喀什條約啦，好難讀嘅第3條咧，受益人為盲人啦，有視覺缺陷、知覺障礙或者閱讀障礙嘅人嘅，係冇辦法去改善佢嗰個基本達至冇此類缺陷嘅人嘅視覺功能，因而咧就唔能夠同其他嗰啲冇呢啲障礙嘅人咧係可以有相同程度嘅閱讀能力嘅。即係現時嗰個條例咧同呢個馬拉喀什條約啦，不過我之後都係講
嗰條約算啦，好難讀啊！我之後就講嗰條約啦。咁佢嗰個受益人咧喺閱讀殘障嗰方面咧就係大致相同嘅，但係咧佢就想知道嗰個定義有冇需要延伸到知覺障礙或者係閱讀障礙咧？咁包括埋啲咩？包括係讀寫障礙嘅喎。咁所以咧就係佢哋希望知道，好明顯寫咗字，佢哋希望知道應唔應該按住呢個條約咧喺第3條下嘅受益人嘅定義咧，係去修訂版權條例咧，使其豁免範圍涵蓋住呢個知覺障礙或者閱讀障礙嘅人士。咁同時咧，都就應用有關版權豁免而言咧，採用咗呢個知覺障礙或者閱讀障礙呢一個嘅通用詞咧，係咪足夠清晰咧？如果否嘅話，就香港而言咧，應如何為呢個受益人提供個更好嘅定義啊？例如有冇啲需要列出各種知覺障礙或者閱讀障礙嘅做法係咪實際啊？咁呢一度咧，我就覺得都係嘅，即係講真啦，即係知覺障礙，我真係要揾一揾係咩先知，但係。咁呢一度咧，即係知覺障礙咧。如果以一般嘅定義而言咧，就係話可能係有啲人冇辦法係喺佢嗰個腦嗰度認知到係現實嘅情況嘅，可能佢就係有，甚至乎有啲幻覺啊，嗰個感知綜合障礙啊，即係嗰個空間感啊、時間感啊，係唔能夠一個正常嗰個情況。即係譬如佢空間感知係咩咧？就係話睇嗰樣嘢，即係大家正常見到一嚿咁嘅嘢啦，但係佢會覺得係哇好大嘅，零零四四好鬼大嘅，但係其他人覺得係好正常一樣嘢啦。咁呢啲係嗰個知覺上嘅有一個障礙啦。咁閱讀障礙咧就係講關於啲人，咁就即係有啲讀寫障礙啊。即係讀寫障礙啲咩咧？我有可能即係又係要大家揾揾啦。但係其實我即係做老人院咁樣睇啦，其實呢個咧亦都有一個情況係甚至乎可能係啲老人家啊，或者一啲低學識嘅人士咧，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其實佢哋可能想吸收一啲資訊，吸收一啲娛樂，咁但係礙於佢哋嗰個認知能力低。咁即係當然啦，香港現時都叫發展咗咧，咁佢嗰個識字率比較高啦。咁但係即係唔排除總有啲人係咁樣嘅，甚至乎可能啲細路仔就可能有啲讀寫障礙，咁令到佢冇辦法集中，或者冇辦法可以好好咁用一般嗰個教學方式咧，係令到佢可以組織去學識到一啲基本嘅課文文字嘅。咁如果即係咁多嘅教育機構都有留意到類似嘅嘢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即係近年大家都留意到，即係閱讀障礙嘅人係需要幫助嘅時候，其實佢都可以利用住呢一條條例咧，令到嗰啲人咧喺非資金上咧獲得一啲間接嘅資源，咁就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得到更加多嘅知識咧，從而嘗試學到嗰個知識係可以達至正常人嘅水平咯。雖然正常人啲水平都唔係好高，即係同我一齊大學畢業嗰啲，即係其實串啲講句，佢哋真係真係爭好遠。即係點解啲人係可以即係基本嘢都唔識嗰啲？咁算啦，呢啲第二樣嘢啦。咁但係咧，佢都有問嘅，咁就係採用知覺障礙或者閱讀障礙嘅人咧，嗰個詞語就咁樣呢9個字，可唔可以清晰咁樣表達得到呢？咁其實點定義呢？我就覺得呢啲係一個醫學上嘅問題嚟嘅。其實如果佢係即係如果呢個情況之下呢，其實好簡單啫，就受嗰個受益人呢，必須要獲得一個醫生嘅證明。咁診斷出，即係其實好似保險咁嘛，即係你要 claim 保險，你咪等醫生去定義咗，原來你已經 cancer 末期啦，咁你先可以 claim 到危疾咁樣啫嘛。咁你而家有啲知覺障礙、閱讀障礙，咁你咪相關嘅醫生去判斷出，你已經有呢一個即係叫做一個問題存在咯，咁你咪可以藉住呢一個身份去獲得呢種權利咯。即係當然有種身份有可能有種標籤唔係咁好，咁但係即係呢個亦都我覺得係可以鼓勵一啲人呢係唔好即係諱疾忌醫咯。咁因為佢咁樣知道咗，咁咪可以早少少知道自己有呢個問題，從而解決咯。咁總唔會有人為咗呢個咁嘅版權豁免而
去咩啩？即係繼續保留住佢呢種障礙啩？即係人唔係咁樣嘅正常係咪？係咪先？咁所以咧就係呢個好簡單嘅啫，就係等醫生定義啦。咁當然你話醫生可能好貴嘅，咁你咪可能排幾年係衰啲。咁你咪排幾年嗰公共醫院咁樣去排咯。咁可能冇辦法㗎，呢個即係人太多嘛。一開始好，咁我哋繼續睇落去啦。咁指明團體嘅範圍啦。咁就係頭先引述嗰啲啦，咁就根據嗰條條約嘅第二條第三項咧，就係被授權嘅實體，亦都係指得到呢個政府嘅授權啦，或者承認係非牟利，咁樣咧係去教育人哋啊，指導培訓啊，或者係一啲俾一啲信息啊，會閱讀個實體俾一啲人啊，即係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啦。咁咧現時嗰個版權條例咧就係大致上都涵蓋咗嗰條條約有意嗰個實體嘅，咁但係咧就係應唔應該擴闊一下，即係其他未包括嘅團體咧，應否擴闊版權條例40A 條嘅指明團體嘅定義？如果係嘅話咧，為與呢個條約嘅目標看齊咧，係咪應該有其他類型嘅團體係包括咗喺呢個定義入邊咧？咁其實咧呢一樣嘢咧，我就會覺得係。即係擴闊就一定要嘅，但係即係已經列明嗰個範圍就好難咧。因為其實如果佢睇清咗啲咧，現時嗰個指明團體咧，多數係 focus 喺教育團體嗰度嘅。咁即係話其他人想幫其他人，或者其他人想受到一種豁免嘅時候咧，就必須要經過呢一堆所謂嘅教育機構啦。咁但係教育機構話就話非牟利嘅，咁但係。即係入邊嗰個行政亦都好叫繁複啦。咁如果佢做一件事喺有限嘅資源之下要做到咁多樣嘢，基本上冇可能。佢亦都唔會嘅。即係講真，入邊啲員工都係員工嚟嘅，9鐘就收工㗎啦，係咪？咁你收咗工就唔做呢啲嘢啦，即係好正常啫。咁但係如果可能，譬如有啲人見到一啲書係真係好想介紹俾人，好想俾人知嘅。咁但係可能經過呢啲教育團體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有呢樣又嗰樣咁樣，就會變到好嘥時間啊！即係講真，你嗰啲指明實體有幾多間啫？喺香港，同埋入邊有幾多人做嘢啫？係嘛？咁你如果以一個即係開放式等大眾幫翻小眾嘅時候，咁係咪應該將呢個指明實體即係呢個團體嘅定義擴闊呢？擴闊到即係我會覺得，總之你係冇利益關係、冇利益衝突嘅，又唔係愛嚟賺錢、非牟利嘅都得㗎。甚至乎我都會覺得個體可唔可以呢？係嘛？即係你有時個體都係想幫人㗎嘛。即係我又唔想傾過嗰啲啊，我唔係要我呢一種諗法要俾其他人騎劫噶嘛。咁所以就係話，如果可以去到即係個體都做到嘅時候，就最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其他類型嘅團體咯，佢講到明係團體嘅話咧，咁我就咁諗就係，總之就係嗰個界別係冇利益衝突，而佢又係非牟利嘅。咁我嗰個作品本身係真係有意係俾指定嗰啲受益人嘅時候，咁我覺得都已經值得豁免啦，就唔需要指定話邊一啲團體。咁點講啫？啲團體好難㗎喎。即係譬如我非牟利嘅，咁係咪我改嗰個成立目的做教育咁就得咧？又唔知喎。即係你好繁複，即係幫下人都要搞咁多嘢，又好煩嘅。覺得如果可以嗰個版權條例係可以擴闊嘅時候，就會一定係好啲嘅。咁我可以具體限制嘅情況之下，就係一啲真係冇利益衝突，而佢又係非牟利，做嗰樣嘢亦都冇賺任何甚至乎係行政嘅費用嘅話呢，咁我覺得嗰啲團體都可以獲得呢個豁免啦。咁落到去啦，與閱讀殘障有關嘅豁免所涵蓋嘅版權作品類型啊。咁現時咧就係4個類別嘅啫，原來咁文學啦、戲劇啦、音樂啦、藝術嘅作品啦，咁應用有關嘅豁免咧，亦都係唔會侵犯作品已經發表咗個版本嘅排印編排權。即係咪發覺有即係以我所知出名嘅呢啲殘疾人士，普遍都係即係喺體育同文學方面、文化方面有啲發展咧，其他就好難有個發展，因為原來咁文藝嗰啲嘢
有文學、有戲劇、有音樂藝術嗰啲嘅啫。按照個條約嘅要求呢，有關人士呢係嗰個作品係已經公開咗嘅，透過任何個媒介已經公開咗嘅。呢一個呢，亦都係同版權條例嗰度有啲唔同啦，因為佢係指明嘅團體呢。嗰個版權作品豁免呢，就一定要商業發表，或者係供應多份便於閱讀嘅文本。咁即係咩呢？咁即係一定要賣咗錢先，嗰啲先可以讀咯。又或者你係攞出嚟派嘅，派好多好多份嘅先得嘅。咁即係如果你個別人士你得個一本呢，咁就冇得搞啦，已經。但係如果你製造出嚟嗰個便於閱讀嗰個版本咧，係只係為個別某一個特定嘅 target 去做一個人使用嘅話，就冇限制。咁呢一個呢，就係香港現時嗰個情況啦。咁佢都想呢度就係想知道應唔應該修訂有關嗰個豁免範圍，擴至到其他已經出版或者用其他形式係通過任何媒介公開提供嘅版權作品去配合翻嗰個條約呢。咁其實我覺得你既然商業發表都已經可以豁免，咁其他非商業嘅方式去發表出嚟嘅，其實佢都係想多啲人知啫。即係講真嗰句。咁不過就當然啦，你嗰個版本我覺得最緊要就係講埋嗰個創作人係邊一個啦。咁如果你有講到嘅，我覺得都已經得嘅。你商業發表已經去到影響到你嘅收入嘅咯。咁你都豁免咗咯，已經。咁更何況其他唔係商業呢？係咪？咁同埋我覺得。係咪一定要淨係嗰幾個類別呢？其實可唔可以有啲即係教育性啲，譬如有啲歷史啊，譬如一啲經濟商業嗰啲，係咪都可以叫做豁免呢？版權作品嘅便於閱讀嘅文本呢，就係指令閱讀障礙人士呢就容易閱讀啦嗰個作品嘅文本嘅。咁按照版權條例呢，可以採用以下形式，就係聲音記錄。第二種就係嗰個作品嘅點字啦、大字體啦、電子版本咧，或者嗰個作品嘅任何其他專門規格咁樣啦。即係條約所定義嘅無障礙格式版呢，就係為呢個版權作品嘅一個替代方式或者形式啦，令到嗰個受益人能夠使用嗰個作品呢，係去可以得舒適同埋可行咁樣去使用嗰個作品啦。咁就佢哋希望想知啲咩呢？就係是否有其他形式應獲包括版權條例嘅便於閱讀文本嘅定義入邊呢？咁其實都已經講晒。我諗嗱，你點字、大字體嗰啲都係俾眼睇噶啦，咪聲音記錄嘅咁即係聽啦。咁佢當然有個寫住其他專門，佢就係想問嗰個其他專門有啲咩？即係有啲咩真係唔知喎？可唔可以有啲味道啊，即係觸覺啊，觸覺咯，即係可能你讀到嗰本書咧，嗰本書係話咩？可能譬如一啲文字係一摸落去你就知係嗰隻文字嘅，即係譬如草地咁樣，你摸落去或者草嘅質感嘅嗰啲，嗰啲算唔算？我唔知啊，可能觸感都係一種新嘅便於閱讀嘅定義啊。可能係嗰啲模型咯，即係咪啊？模型砌嗰個場景出嚟，可能都得，即係便於閱讀嘛。我冇手見唔到，但係我一望嗰個模型，我就知道嗰個故仔原來嗰度，哇！即係呢一種方式嘅，都係咪應該定義啊？即係呢個便於閱讀呢，可能都得嘅。即係譬如即係你高達你見唔到嗰本漫畫，你咪睇人哋砌嗰個模型，你砌嗰個版本咪知咯。係嘛？好，跟住落嚟啦，就係閱讀殘障人士或者指明團體允許嘅作為。好，大概呢就係話總之都係捉字蝨嘅問題啦。呢個就係你是否呢同意應該修訂現行法例，以澄清提供便於閱讀文本與受益人呢係可以包括埋分發以及向公眾提供呢兩種行為呢？咁係咪需要就公開表演權訂立額外嘅豁免呢？以便呢個受益人使用版權嘅作品呢？如果係嘅話，有啲咩實際嘅情況證明作為理據？
提供與受益人咧，係包括埋分發向公眾提供呢兩個行為，就向公眾提供已經係一個唔係齋貨呢個受益人啦，係咪先？咁即係本身向公眾提供，我覺得唔合理嘅呢樣嘢。咁即係將所有嘢都唔使錢咁分晒出去，唔得啊！咁你如果你係指明係想某啲人受益嘅，咁你就應該要有一個界線喺度，就唔可以俾其他非受益人嘅人係去得到噶嘛。即係簡單啲嚟講，我就唔同意係應該包括埋分發或者向公眾提供啦。咁然之後咧，另外就係話有冇需要就公開表演權咧，定係額外嘅豁免，就睇你嗰個觀眾嘅嗰個同埋你本身個 purpose 嗰個對象係啲咩人咯。咁如果你個對象都係嗰啲人，咁但係有一啲可能佢嘅家屬，可能啲義工，咁嗰啲人唔係有障礙人士在場嘅話，咁冇問題嘅。最重要係你最主要嗰個 target 係啲咩人，而你經過嗰個過程係咪故意嗌啲其他非受益人去入嚟睇嘅話呢？咁就嗰啲就唔得咯。即係你只係局限於你哋嗰啲受益人嘅嗰堆人，同埋以及佢嘅家屬、義工嗰啲朋友嚟嘅話，咁就冇問題啦。因為你最主要嗰個對象係佢哋，咁你就應該只係揾翻佢哋。如果唔係，咁嗰個版權持有人就會即係好莫名其妙咁樣又蝕咗俾你啦，又俾其他人知道啦咁樣咯。咁所以我就咁諗啦。咁現時條文呢，就需要符合以下嘅條件。歡迎又再收聽呢個小薯仔關心社區嘅第二集啦。咁呢，就都簡單介紹多一次呢個節目係做啲咩呢？咁呢，就鑑於今日都幾多啲大嘅政治事件啦，咁我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咧，呢個節目呢，就雖然有即係作為主持我有少少嘅立場，咁但係咧呢個節目主要係圍繞住即係政府提出嘅諮詢文件，咁然之後呢，我哋就針對住佢提出嘅諮詢文件呢，就作出一啲討論啦，或者係個人嘅抒發啦，咁從而呢，總結出一個結論呢，就再 send 翻俾政府嘅，以一個政府僅如打開咗嘅一個門口去同呢個政府溝通，雖然未必係非常之有效，咁但係都叫做出咗分力啦，即係。就所以叫小薯仔啦，係咪？咁啊難以改變大社會嘅。如果作為個別嘅一個小薯仔，咁啊盡量試下啦。咁啊第二集一開頭咧就講翻第一集先。咁第一集咧嗰個意見咧，我就已經 send 咗過去相關嘅機構啦。咁亦都係非常之快咁收到一個電腦嘅回覆，就係話我已經收到你諮詢嘅意見啦，就電腦 send 俾你嘅啫。咁我哋會考慮，即係話呢啲嘰哩咕嚕嘅嘢啦，咁咧除此以外咧，我亦都同咗阿 A 啦，咁即係 Mr. A 咧，咁就錄咗兩個主持嘅版本嘅，即係關於都係第一集嗰個人對人促銷電話，咁嗰個名咧就叫諮詢批，咁係咩意思咧？就係諮詢文件嗰個諮，咁啊深度咁去批判一下咧，所以就叫玩個食字叫諮詢批啦。咁相關嘅嗰個節目咧，其實就放咗上 YouTube 一個非公開嘅 link 入邊嘅。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咧，我就會放喺下面嗰個注釋嗰度咧。如果有人想聽下兩個人討論嘅版本會係點樣咧，就撳入去聽啦。雖然都大概嘅內容都差唔多，只不過睇下。都有少少阿 A 嘅唔同嘅意見啦，咁都可以值得聽一聽啦。咁今集呢，就會因為都今日係7月14號啊，新曆啊，不過係唔係舊曆嗰隻。咁啦緊接落嚟呢，就比較快去到呢個截止日期嘅諮詢文件呢，就係檢討與閱讀殘障人士有關嘅版權豁免。咁咧，其實原本咧，我哋都想請即係有關界別嘅人士啦，咁就係即係阿 A 啊，係做即係視障人士中心嘅一個職員啦，咁甚至乎揾一個本身係視障人士，咁咧，但係就都算係科技界嘅人啦，咁但係即係難約啊，所以咧就睇下遲啲會唔會又整多一個多人版本嘅一個咁嘅節目，咁就暫時今日得我一個人自己錄先啦，就冇辦法啦，冇人陪我同埋。
自己一個人錄就易啲搞嘅。咁咧攣一攣翻呢個文件呢，咁即係今集討論嘅呢一個文件呢，咁亦都喺香港政府一站通嗰度呢，就現正刊登嘅諮詢文件入邊可以揾到嘅。咁就先重溫一下，到底依家有啲咩諮詢文件呢？咁啊，最近一個就係加強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啦，就係7月31號嘅，即係2個禮拜之後就截止噶啦。咁緊接落嚟呢，就係檢討與閱讀殘障人士有關嘅版權豁免諮詢文件呢，即係我今集會講嘅呢，就係8月9號。跟住呢，就到食物摻雜金屬雜質含量規管嘅建議修訂。咁呢，呢個就係9月5號嘅，比較耐少少呢，就係性別承認議題公眾諮詢啊，咁就10月31號嘅。咁我哋開始啦。咁呢就係呢份諮詢文件呢，就其實我就覺得比上一份好少少嘅。咁可能係礙於嗰個風格個方面有啲唔同啦。咁有啲咩唔同呢？最主要就係上一份文件呢，就係講晒所有嘢啦，講晒話有啲咩佢覺得一定唔可行啊，跟住然之後就有少少規限性，話俾你聽，其實佢哋想你喺佢哋諗咗嗰2-3個，即係有篩選嘅方式入邊，你會揀邊個方式啊？或者有啲跟住加個 others 俾你，即係想俾你發表下其他意見啊咁樣。咁但係呢個呢都有類似嘅，但係呢佢唔係放喺最尾嘅，一路討論嗰個背景呢，就一路呢有啲問題出嚟嘅，咁就可以一路講一路答啦，咁都幾好嘅。咁呢一樣嘢又比較唔同啲啦。咁首先開始呢，就係講講呢一個諮詢文件嘅目的先。咁咧呢個諮詢文件呢，其實就喺世界各地呢都有類似嘅政策啦。咁就係方便一啲盲人啊、視力障礙者或者其他印刷品閱讀障礙者獲得已出版嘅作品嘅版權豁免呢。咁然之後佢哋國際之間呢，就簽訂咗一個叫做馬拉喀什條約。礙於嗰個馬拉喀什條約呢，就喺16年嘅9月生效咗啦。咁就係睇下政府就係想知道需唔需要配合一下而修訂香港現有嘅版權條例啦。咁所以就有呢份諮詢文件啦。咁就首先嗰個背景就係咁樣啦。咁就有關嗰個馬拉喀什條約呢，就真係需要大家自己去上網查一查有啲乜嘢。但係最主要呢，都係話如果喺一個好合理嘅情況之下，咁你想將一啲已經公開、已經出版咗嘅作品呢，變成一啲方便嗰啲視障人士或者個閱讀障礙者嘅話呢，即係例如啲咩呢？即係可能隻手傷殘撿唔到書嗰啲都好啦，咁就作出一啲非官方出版嗰個形式呢，就係令到佢可以吸收到有關嘅資訊。例如啲字變得大啲，咁就容易啲睇啦。變成有聲嘅，咁就可以聽啦。咁就變成點字嘅，咁就可以俾啲盲人呢去用點字摸到出嚟啦。咁樣呢啲呢，都係受到一個豁免嘅保障嘅。咁當然即係唔係樣樣嘢都得啦，嗰個豁免亦都有一定程度嘅限制嘅。咁我哋就繼續睇落去啦。咁現時呢，香港啊，講緊香港嗰個版權條例第528章呢，就已經有一系列嘅版權豁免，就去照顧啲閱讀障礙嘅人士嘅。咁呢，嗰個版權呢，就係適用於第40A 至到第40F 條嘅定義呢。咁呢度就簡單講少少呢，就係話便於閱讀文本。就某版權作品而言呢，就係指令閱讀殘障人士較容易閱讀或使用該作品嘅文本。咁樣呢，就需要由一啲指定團體去做嘅。咁呢啲指定團體呢，就必須要符合以下描述嘅團體啦，就係佢嘅附表1第1條所指明嘅教育機構啦。咁啊自己揾翻啦，我都唔詳細再講啦。咁第二嘅描述呢，就係根據稅務條例呢，就係申請咗88條嘅嗰個豁免繳稅嘅教育機構。咁第3呢，就係獲政府發放直接經常性補助金嘅教育機構，或者係第4個呢，就係非為牟利而成立或營辦，主要嘅宗旨係屬於慈善性質，或者喺其他情況之下呢，係促進咗呢個閱讀殘障嘅人士嘅福利為務嘅組織。
咁佢哋指閱讀殘障咧，就根據香港現時法例咧，就係指失明啦，或者嗰個人嘅視力受到損害，以致佢唔能夠用一啲矯正嘅鏡片，即係眼鏡啊，或者老花鏡啊等等咧，就係將佢改善為一個一般可以接受嘅水平。亦都有可以話係由於身體殘疾冇能力係去見到書啦，或者係令到佢嘅眼睛咧係可以聚焦同埋移動去達至一般可接受嘅閱讀程度。嗱，呢個就係香港現時咧嗰個版權條例嗰個豁免嘅某一啲定義啦。咁樣咧，佢認為咧，政府依家咧需要檢討嘅嗰個範疇咧，就總共有7樣嘅。咁而家先講第一樣先啦，就係受益人嗰個範圍啦。咁咧就頭先所講咧，就係嗰4種咧，就係香港現時版權條例受益人嗰個範圍啦。咁但係根據咧馬拉喀什條約啦，好難讀嘅第3條咧，受益人為盲人啦，有視覺缺陷、知覺障礙或者閱讀障礙嘅人嘅，係冇辦法去改善佢嗰個基本達至冇此類缺陷嘅人嘅視覺功能，因而咧就唔能夠同其他嗰啲冇呢啲障礙嘅人咧係可以有相同程度嘅閱讀能力嘅。即係現時嗰個條例咧同呢個馬拉喀什條約啦，不過我之後都係講嗰條約算啦，好難讀啊！我之後就講嗰條條約啦。咁佢嗰個受益人咧喺閱讀殘障嗰方面咧就係大致相同嘅，但係咧佢就想知道嗰個定義有冇需要延伸到知覺障礙或者係閱讀障礙咧？咁包括埋啲咩？包括係讀寫障礙嘅喎。咁所以咧就係佢哋希望知道，嗱好明顯寫咗字，佢哋希望知道應唔應該按住呢個條約咧喺第3條下嘅受益人嘅定義咧，係去修訂版權條例咧，使其豁免範圍涵蓋住呢個知覺障礙或者閱讀障礙嘅人士。咁同時咧，都就應用有關版權豁免而言咧，採用咗呢個知覺障礙或者閱讀障礙呢一個嘅通用詞咧，係咪足夠清晰咧？如果否嘅話，就香港而言咧，應如何為呢個受益人提供個更好嘅定義啊？例如有冇啲需要列出各種知覺障礙或者閱讀障礙嘅做法係咪實際啊？咁呢一度咧，我就覺得都係嘅，即係講真啦，即係知覺障礙，我真係要揾一揾係咩先知，但係。咁呢一度咧，即係知覺障礙咧。如果以一般嘅定義而言咧，就係話可能係有啲人冇辦法係喺佢嗰個腦嗰度認知到係現實嘅情況嘅，可能佢就係有，甚至乎有啲幻覺啊，嗰個感知綜合障礙啊，即係嗰個空間感啊、時間感啊，係唔能夠一個正常嗰個情況。即係譬如佢空間感知係咩咧？就係話睇嗰樣嘢，即係大家正常見到一嚿咁嘅嘢啦，但係佢會覺得係哇好大嘅，零零四四好鬼大嘅，就係但係其他人覺得係好正常一樣嘢啦。咁呢啲係嗰個知覺上嘅有一個障礙啦。咁閱讀障礙咧就係講關於啲人，咁就即係有啲讀寫障礙啊。即係讀寫障礙啲咩咧？我有可能即係又係要大家揾揾啦。但係其實我即係做老人院咁樣睇啦，其實呢個咧亦都有一個情況係甚至乎可能係啲老人家啊，或者一啲低學識嘅人士咧，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其實佢哋可能想吸收一啲資訊，吸收一啲娛樂，咁但係礙於佢哋嗰個認知能力低。咁即係當然啦，香港現時都叫發展咗咧，咁佢嗰個識字率比較高啦。咁但係即係唔排除總有啲人係咁樣嘅，甚至乎可能啲細路仔就可能有啲讀寫障礙，咁令到佢冇辦法集中，或者冇辦法可以好好咁用一般嗰個教學方式咧，係令到佢可以組織去學識到一啲基本嘅課文文字嘅。咁如果即係咁多嘅教育機構都有留意到類似嘅嘢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即係近年大家都留意到，即係閱讀障礙嘅人係需要幫助嘅時候，其實佢都可以利用住呢一條條例咧，令到嗰啲人咧喺非資金上咧獲得一啲間接嘅資源，咁就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得到更加多嘅知識咧，從而嘗試學到嗰個知識係可以達至正常人嘅水平咯。
雖然正常人啲水平都唔係好高，即係同我一齊大學畢業嗰啲，即係其實串啲講句，佢哋真係真係爭好遠。即係點解啲人係可以即係基本嘢都唔識嗰啲？咁算啦，呢啲第二樣嘢啦。咁但係咧，佢都有問嘅，咁就係採用知覺障礙或者閱讀障礙嘅人咧，嗰個詞語就咁樣呢9個字，可唔可以清晰咁樣表達得到呢？咁其實點定義呢？我就覺得呢啲係一個醫學上嘅問題嚟嘅。其實如果佢係即係如果呢個情況之下呢，其實好簡單啫，就嗰個受益人呢，必須要獲得一個醫生嘅證明。咁診斷出，即係其實好似保險咁嘛，即係你要 claim 保險，你咪等醫生去定義咗，原來你已經 cancer 末期啦，咁你先可以 claim 到危疾咁樣啫嘛。咁你而家有啲知覺障礙、閱讀障礙，咁你咪相關嘅醫生去判斷出，你已經有呢一個即係叫做一個問題存在咯，咁你咪可以藉住呢一個身份去獲得呢種權利咯。即係當然有種身份就可能有種標籤唔係咁好，咁但係即係呢個亦都我覺得係可以鼓勵一啲人呢係唔好即係諱疾忌醫咯。咁因為佢咁樣知道咗，咁咪可以早少少知道自己有呢個問題，從而解決咯。咁即總唔會有人為咗呢個咁嘅版權豁免而去咩啩？即係繼續保留住佢呢種障礙啩？即係人唔係咁樣嘅，正常係咪先？咁所以咧就係呢個好簡單嘅啫，就係等醫生定義啦。咁當然你話醫生可能好貴嘅，咁你咪可能排幾年係衰啲。咁你咪排幾年嗰公共醫院咁樣去排咯。咁可能冇辦法㗎，呢個真係人太多嘛。一開始好，咁我哋繼續睇落去啦。咁指明團體嘅範圍啦。咁就係頭先引述嗰啲啦，咁就根據嗰條條約嘅第2條第3項呢，就係被授權嘅實體，亦都係指得到呢個政府嘅授權啦，或者承認係非牟利，咁樣呢係去教育人哋啊，指導培訓啊，或者係一啲俾一啲信息啊，會閱讀個實體俾一啲人啊，即係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啦。咁呢現時嗰個版權條例呢，就係大致上都涵蓋咗嗰條條約有意嗰個實體嘅，咁但係咧就係應唔應該擴闊一下，即係其他未包括嘅團體咧，應否擴闊版權條例40A 條嘅指明團體嘅定義？如果係嘅話咧，為與呢個條約嘅目標看齊咧，係咪應該有其他類型嘅團體係包括咗喺呢個定義入邊咧？咁其實咧呢一樣嘢咧，我就會覺得係。即係擴闊就一定要嘅，但係即係已經列明嗰個範圍就好難咧。因為其實如果佢睇清咗啲咧，現時嗰個指明團體咧，多數係 focus 喺教育團體嗰度嘅。咁即係話其他人想幫其他人，或者其他人想受到一種豁免嘅時候咧，就必須要經過呢一堆所謂嘅教育機構啦。咁但係教育機構話就話非牟利嘅，咁但係即係入邊嗰個行政亦都好叫繁複啦。咁如果佢做一件事喺有限嘅資源之下要做到咁多樣嘢，基本上冇可能。佢亦都唔會嘅。即係講真，入邊啲員工都係員工嚟嘅，夠鐘就收工㗎啦，係咪？咁你收工就唔做呢啲嘢啦，即係好正常啫。咁但係如果可能，譬如有啲人見到一啲書係真係好想介紹俾人，好想俾人知嘅。咁但係可能經過呢啲教育團體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又呢樣又嗰樣咁樣，就會變到好嘥時間啊！即係講真，你嗰啲指明實體有幾多間啫？喺香港同埋入邊有幾多人做嘢啫？係嘛？咁你如果以一個即係開放式等大眾幫翻小眾嘅時候，咁係咪應該將呢個指明實體即係呢個團體嘅定義擴闊呢？擴闊到即係我會覺得，總之你係冇利益關係、冇利益衝突嘅，又唔係愛嚟賺錢、非牟利嘅都得㗎。甚至乎我都會覺得個體可唔可以呢？係嘛？即係你有時個體都係想幫人㗎嘛。即係我又唔想傾過嗰啲啊，我唔係要我呢一種諗法要
俾其他人騎劫噶嘛。咁所以就係話，如果可以去到即係個體都做到嘅時候就最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其他類型嘅團體喎，佢講到明係團體嘅話呢，咁我就咁諗就係，總之就係嗰個界別係冇利益衝突，而佢又係非牟利嘅。咁我嗰個作品本身係真係有意係俾指定嗰啲受益人嘅時候，咁我覺得都已經值得豁免啦，就唔需要指定話邊一啲團體。咁點講啫？啲團體嚇好難㗎喎，即係譬如我非牟利嘅咁。咁係咪我改嗰個成立目的做教育咁就得咧？又唔知喎，即係你好繁複，即係幫下人都要搞咁多嘢，又好煩嘅。覺得如果可以嗰個版權條例係可以擴闊嘅時候，就會一定係好啲嘅。咁我可以具體限制嘅情況之下，就係一啲真係冇利益衝突，而佢又係非牟利，做嗰樣嘢亦都冇賺任何甚至乎係行政嘅費用嘅話呢，咁我覺得嗰啲團體都可以獲得呢個豁免啦。咁落到去啦，與閱讀殘障有關嘅豁免所涵蓋嘅版權作品類型啊，咁現時呢就係4個類別嘅啫。原來咁文學啦、戲劇啦、音樂啦、藝術嘅作品啦。咁應用有關嘅豁免呢，亦都係唔會侵犯作品已經發表咗個版本嘅排印編排權。即係咪發覺有即係以我所知出名嘅呢啲殘疾人士，普遍都係即係喺體育同文學方面、文化方面有啲發展咧，其他就好難有個發展，因為原來咁文藝嗰啲嘢有文學、有戲劇、有音樂藝術嗰啲嘅啫。按照個條約嘅要求呢，有關人士呢係嗰個作品係已經公開咗嘅，透過任何嘅媒介已經公開咗嘅。呢一個呢，亦都係同版權條例嗰度有啲唔同啦，因為佢係指明嘅團體呢，嗰個版權作品豁免呢，就一定要商業發表，或者係供應多份便於閱讀嘅文本。咁即係咩呢？咁即係一定要賣咗錢先，嗰啲先可以讀咯。又或者你係攞出嚟派嘅，派好多份嘅先得嘅。咁即係如果你個別人士你得個一本呢，咁就冇得搞啦已經。但係如果你製造出嚟嗰個便於閱讀嗰個版本咧，係只係為個別某一個特定嘅 target 去做一個人使用嘅話，就冇限制。咁呢一個呢，就係香港現時嗰個情況啦。咁佢都想呢度就係想知道應唔應該修訂有關嗰個豁免範圍，擴至到其他已經出版或者用其他形式係通過任何媒介公開提供嘅版權作品去配合翻嗰個條約呢。咁其實我覺得你既然商業發表都已經可以豁免，咁其他非商業嘅方式去發表出嚟嘅，其實佢都係想多啲人知啫。即係講真嗰句。咁不過就當然啦，你嗰個版本我覺得最緊要就係講埋嗰個創作人係邊一個啦。咁如果你有講到嘅，我覺得都已經得嘅。你商業發表已經去到影響到你嘅收入嘅咯。咁你都豁免咗咯已經。咁更何況其他唔係商業呢？係咪？咁同埋我覺得。係咪一定要淨係嗰幾個類別呢？其實可唔可以有啲即係教育性啲，譬如有啲歷史啊，譬如一啲經濟商業嗰啲，係咪都可以叫做豁免呢？版權作品嘅便於閱讀嘅文本呢，就係指令閱讀障礙人士呢就容易閱讀啦嗰個作品嘅文本嘅。咁按照版權條例呢，可以採用以下形式，就係聲音記錄。第二種就係嗰個作品嘅點字啦、大字體啦、電子版本咧，或者嗰個作品嘅任何其他專門規格咁樣啦。即係條約所定義嘅無障礙格式版呢，就係為呢個版權作品嘅一個替代方式或者形式啦，令到嗰個受益人能夠使用嗰個作品呢，係去可以得舒適同埋可行咁樣去使用嗰個作品啦。咁就佢哋希望想知啲咩呢？就係是否有其他形式應獲包括版權條例嘅便於閱讀文本嘅定義入邊呢？咁其實都已經講晒。我諗嗱，你點字、大字體嗰啲都係俾眼睇㗎啦，咪聲音記錄嘅咁即係聽啦。咁
咁佢當然有個寫住其他專門，佢就係想問嗰個其他專門有啲咩，即係有啲咩真係唔知喎，可唔可以有啲味道啊，即係觸覺啊，觸覺咯，即係可能你讀到嗰本書咧，嗰本書係話咩可能譬如一啲文字係一摸落去你就知係嗰種文字嘅，即係譬如草地咁樣，你摸落去或者草嘅質感嘅嗰啲，嗰啲算唔算？我唔知啊，可能觸感都係一種新嘅便於閱讀嘅定義啊，可能係嗰啲模型咯，即係咪啊？模型砌嗰個場景出嚟可能都得，即係便於閱讀嘛。我冇手見唔到，但係我一望嗰個模型我就知道嗰個故仔原來覺得我即係呢一種方式嘅都係咪應該定義啊？即係呢個便於閱讀咧，可能都得嘅。即係譬如即係你高達你見唔到嗰本漫畫，你咪睇人哋砌嗰個模型，你砌嗰個版本咪知咯，係嘛？好，跟住落嚟啦，就係閱讀殘障人士或者指明團體允許嘅作為。好，大概咧就係話總之都係捉字蝨嘅問題啦。呢個就係你是否咧同意應該修訂現行法例，以澄清提供便於閱讀文本與受益人呢係可以包括埋分發以及向公眾提供呢兩種行為呢？咁係咪需要就公開表演權訂立額外嘅豁免呢？以便呢個受益人使用版權嘅作品呢？如果係嘅話，有啲咩實際嘅情況證明作為理據？提供與受益人呢係包括埋分發向公眾提供呢兩個行為，就向公眾提供已經係一個唔係齋貨呢個受益人啦，係咪先？咁即係本身向公眾提供，我覺得唔合理嘅呢樣嘢。咁即係將所有嘢都唔使錢咁分晒出去，唔得啊！咁你如果你係指明係想某啲人受益嘅，咁你就應該要有一個界線喺度，就唔可以俾其他非受益人嘅人係去得到噶嘛。即係簡單啲嚟講，我就唔同意係應該包括埋分發或者向公眾提供啦。咁然之後咧，另外就係話有冇需要就公開表演權咧，定係額外嘅豁免，就睇你嗰個觀眾嘅嗰個同埋你本身個 purpose 嗰個對象係啲咩人咯。咁如果你個對象都係嗰啲人，咁但係有一啲可能佢嘅家屬，可能啲義工，咁嗰啲人唔係有障礙人士在場嘅話，咁冇問題嘅。最重要係你最主要嗰個 target 係啲咩人，而你經過嗰個過程係咪故意嗌啲其他非受益人去入嚟睇嘅話呢？咁就嗰啲就唔得咯。即係你只係局限於你哋嗰啲受益人嘅嗰堆人，同埋以及佢嘅家屬、義工嗰啲朋友嚟嘅話，咁就冇問題啦。因為你最主要嗰個對象係佢哋，咁你就應該只係揾翻佢哋。如果唔係，咁嗰個版權持有人就會即係好莫名其妙咁樣又蝕咗俾你啦，又俾其他人知道啦咁樣咯。咁所以我就咁諗啦。咁現時條文呢，就需要符合以下嘅條件。咁樣第一樣嘢呢，就係如果需要使用到嗰個版權呢，嗰個團體或者嗰啲殘疾人士呢，就必須要管有嗰一份呢係 original 真係買翻嚟嘅嗰個版本啦，或者拎翻嚟嗰個版本啦，但係嗰個唔係 copy 嚟嘅，真係 exactly 係嗰個人出嘅嗰個版本。咁第二呢，就係就住製作嗰個閱讀文本嘅時候呢，製作嘅人或者嗰啲團體咧，應該已經作出一個合理嘅查究呢，以確定冇辦法係以一個合理嘅需要價格咧，係去取得閱讀殘疾人士所使用嘅便於閱讀文本。基本上就係話你唔可以令到嗰啲版本係可以俾其他人賣到錢嘅，或者你自己賣得到錢嘅。如果唔係，你就只不過係製作咗一個侵犯版權嘅嘢俾其他人哋去賺錢啦，咁啊唔得啦。第三咧就係指明嘅團體要使用呢個豁免嘅之前啊，或者之後嘅合理期間啦，我唔知何為合理期間啦，咁就會通知嗰個版權擁有人呢，就係有關嘅意向或者已經製作咗一個文本嘅事啦。咁除非係作出合理嘅查究之外呢，仍不能確定有關版權擁有人嘅身份或者聯絡方法嘅詳細資料，咁以及指明嗰個團體呢，要根據呢個版權條例呢，係去製作咗呢個便於閱讀文本之後呢，喺可行嘅範圍之後呢，要作出呢個記錄，同埋要保留有關嘅記錄最少3年。
即係其實佢都講到已經好可以平衡得到嘅，咁亦都傾向保留住呢啲條文嘅，咁但係佢就想睇下會唔會有冇空間可以需要修訂一下啦。咁所以佢就係話需唔需要保留住要需要揾嗰個版權擁有人呢，係話俾佢聽有意創作或者已經供應咗一個便於閱讀嘅文本啦。咁如果否嘅時候，我哋應唔應該修改豁免前要符合某一啲要求同條件啦，同埋為何啦？咁其實就係我覺得就係要咯。咁你攞人哋啲嘢嚟整嘅時候，即係人哋已經冇權 say no 嘅，好老實講。即係你運用咗你呢個豁免權，其實人哋已經法例講咗俾佢做，咁你冇得阻止，你冇得話唔得喎，唔俾你做喎。咁但係人哋都已經符合晒條件，人哋就做得噶啦嘛。呢個就係嗰個條例嗰個問題啊嘛。咁你講聲人知啦，即係係嘛？咁你如果你已經本身攞咗一個 original 嘅版本嘅話，其實喺香港，即係我所知嘅出版嘅嘢都應該會註明係邊一個人啦，或者咩出版社，甚至乎邊一間嘢印刷，其實好多方法都可以揾得翻嗰個版權擁有人嘅嗰個聯絡嘅方式，甚至乎你可能如果真係揾唔到 exactly 嗰個人或者嗰個機構，你咪揾翻啲出版社都要講聲，咁啲出版社就係即係會唔會再幫你掟就一個問題，咁但係你就保留翻嗰個你講過俾佢哋聽嘅一個版本咯。咁所以其實依家呢個 OK 嘅，我覺得好好，唔係好需要改住咯。咁跟住落嚟嘅就係有關防止規避有效科技措施條文嘅應用。咁呢一度咧，佢哋希望知咩咧？知咩咧？咁就係閱讀障礙人士或者嗰啲團體，為咗製作一啲便於閱讀嘅一個文本咧，係去攞到任何版權作品嘅過程入邊，係咪會面對任何嘅困難咧？除非嗰樣嘢係金錢上嘅啫，如果唔係，我就唔覺得有啲咩難處嘅，即係好老實講。咁你嗰個本身你係要有攞到嗰樣嘢，你先會接觸到嗰樣嘢，你先知嗰樣嘢係咩嚟嘅，你先會再去諗做唔做一個便於閱讀嘅文本噶嘛。咁如果你本身已經遇到困難嘅，咁點啊？咁你點解可以知道嗰樣嘢嘅內容係啲咩先？咁就當然係因為你接觸過一啲嘢啦。咁可能個困難就因為我未試過做，我唔能夠咁樣講啦。但係我覺得可能難嘅就係可能佢睇到以前一啲即係好舊嘅作品啦。咁但係佢就好難揾翻當年，即係譬如黃子華棟篤笑咁樣，好難揾翻佢衝出廚房嗰隻 CD 嘅 VCD 嘅喎，係嘛？即係好難抄到呢啲，咁你好難搞嘅啫，係咪先？咁第二就所遇到嘅困難係咪應該透過修改法例以外嘅方式去解決？例如叫個版權擁有人提供翻嗰個版權作品俾，即係人哋邊度嘔完咧，人哋清晒倉嘅，真係咁好賣，咁人哋邊度嘔到嗰個版本俾你出嚟咧？係嘛？如果佢面對嗰個困難係用修改法例以外嘅方法嘅話咧，咁其實你本身你都唔需要用。即係你都唔需要喺一個修改法例嘅諮詢文件入邊問呢個問題，因為法例以外有好多方法嘅嚇。咁第三咧就係如果以修改法例嘅以外嘅方法去解決嘅時候唔理想，就應唔應該修改呢條法例應唔應該修改呢條法例啊？同埋要符合咩條件啊？即係如果嗰樣嘢太舊嘅話，你咪可唔可以俾人哋係即係豁免咗呢個，即係譬如整個時間出嚟，我可能20年前嘅嘢，同埋市面上就唔係咁容易或者好難定義喎。即係突然間咁講又，即係可能係已經停賣嘅、停產嘅，唔再生產出嚟超過20年或以上嘅時候，佢就可以用任何方式得到翻嚟嘅嘢去做咯。係嘛？即係譬如你可能有一套好舊嘅電影，咁你有時西方電影，甚至乎外國一啲意大利啊、法國電影，即係抄唔到嘅，你點揾啫？咁但係佢又可能好想做嗰個影像講述嘅嗰個服務出嚟嘅，咁你揾唔到，咁你咪冇呢個豁免，咁就可能呢一樣嘢就係嗰個困難，同埋修改法例就係增加咗嗰個
條件之下可以應用嘅豁免權咯。咁就係時間同埋嗰個、可以得到嘅機會嗰樣嘢係可以試下改一改。咁就跟住落嚟就係便於閱讀版本嘅跨境交換。咁就係即係基本上就係你同唔同意係允許呢啲無障礙嘅格式版嘅跨境交換。就住無障礙格式版跨境交換係咪需要交某啲附加嘅條件呢？係去令到版權擁有人同埋使用者之間獲得合理嘅平衡，以避免呢個豁免嘅濫用。咁好老實講啊，即係如果你提供咗俾一啲受益人嘅話，咁一啲非受益人都有機會接觸得到嘅，咁你算唔算已經攞唔到個平衡呢？係嘛？即係你跨境呢，我就覺得會幫咗人，同埋令到佢嗰個即係唔可以咁講嘅。即係雖然我想講就係話，即係我係咪幫你賣廣告？我突然間我諗起嗰啲即係攝影師遇到嗰啲嗨客人咧，話叫你影相唔好收錢，跟住然之後增加你嗰啲點擊率，唔係呢個意思。即係我會覺得係喺外國有機會有一啲需要幫助嘅，或者其實佢本身係香港或者係華人啦，去到一啲外國咧，咁佢依然都係即係好重視香港嗰個文化藝術情況啦。咁然之後，咁佢又好想得到個無格式嘅版本，咁冇理由要人哋特登翻嚟香港啊，攞完之後淨喺香港啊掉低翻喺香港啊走噶嘛，係咪先？咁就但係出咗境咧，就基本上你冇權執法。咁所以咧，要加入某啲條件咧，係你喺法例上咧，就其實真係好難用文字可以講明。如果就住增加嗰個受益人嘅話咧，其實唔好用衰嗰方面諗咯。咁就跨境交換其實係真係可以為全球殘障人士嘅社群帶來一啲即係全球性嘅效益咧，其實都會有嘅。即係而且我諗到，如果你都可以允許交換嘅時候，其實外來嗰啲都去允許佢哋去即係輸入翻嚟香港嗰邊㗎，咁就大家個交流就會好好多咯。咁你防止豁免濫用其實好難嘅，你即係你要濫用呢種豁免，你唔需要跨境你都可以濫用。咁所以跨唔跨境又即係我邏輯就係，即係你唔做嗰樣嘢，佢都係會達至嗰樣嘢嘅時候，咁你有冇呢樣嘢係咪真係咁重要呢？咁下一步同埋指導嘅原則。咁就應唔應該保護版權持有人嘅合法權益，同埋呢個便於閱讀嘅版本之間有個公眾嘅利益，維持一個合理嘅平衡啦。定一啲任何版權豁免嘅時候，必須要符合本港所履行嘅國際責任啦。例如呢啲世界貿易組織嘅嗰啲協議啦。咁同埋即係對於呢個版權條例作出任何嘅擬議修訂，必須要清晰同埋明確，以提供一個合理嘅法律嘅明確性。咁如果大家咧想就住以上嘅諮詢咧係去有啲意見嘅話咧，歡迎就喺2017年8月9號之前以郵遞或者電郵嘅方式，甚至乎係仲用緊一啲好 old school 嘅傳真方式去發表個意見嘅。寄咧就可以寄去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湖中大廈25樓嘅香港知識產權處，就係揾佢嘅處長收啦。咁其他嗰啲我就唔讀出嚟啦，咁就大家去翻個諮詢文件嗰度睇啦。然之後咧，呢份諮詢文件咧，除咗有以上嘅嘢之後咧，因為以上都已經10幾版，下面咧仲有10幾版嚇死人嘅係咩咧？其實就係嗰條約詳細嘅內容。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不妨就睇埋下面咧，咁啊當學多一樣嘢啦。另外同時亦都有香港版權條例第40A 至到40F 嘅條文嘅，咁大家都可以睇完之後，再針對翻佢上面提出嘅問題咧，就去大家考慮一下，即係呢條條例需唔需要修改啦。咁咧依家咧暫時就簡單總括一下啦。咁咧受益人嗰個範圍咧，我就認為應該要有知覺障礙以及呢個閱讀障礙人士咧加入落去嗰個豁免範圍，而嗰樣嘢點樣定義呢？就係要有一個合乎相關條件嘅醫生咧去判斷，即係寫信確定嗰個有關人士已經
即係有以上嘅問題呢，就係去即係當然佢要寫一個定義喺法例嗰度，就用翻一啲醫學嘅字眼會好啲，咁就跟翻醫生嗰個定義，咁就會好好多啦。咁應唔應該擴闊某一即係嗰個版權條例所指明嘅指定團體呢？係應該嘅，因為唔能夠只係單靠教育機構。而嗰啲教育機構亦都係可能好少嘅啫，因為唔係個個教育機構都做得到。咁但係如果要達至到即係相見共融咧，就係應該用公眾去幫翻公眾，用大眾嘅能力去幫嗰堆小眾咧，就係任何一啲冇利益衝突嘅非牟利團體，就住以上事件唔係以一種牟利嘅方式係去做嘅時候咧，都應該可以定義埋喺入邊嘅。咁咧跟住落嚟咧就係話因為依家香港就講緊商業發表，包括埋非商業發表咗嘅出版作品都可以呢。咁其實我覺得呢，就係要啦，直情嚇，即係你最後嗰條底線關乎錢嗰樣嘢，你都 OK 咗嘅話，咁其他嘢點解唔俾人豁免呢？係咪咁啊？跟住落嚟呢，就係話便於閱讀個文本呢，就係有冇其他形式呢？我暫時諗呢，就諗到觸覺嘅啫，或者模型嗰啲咧，咁就應該可能得嘅。即係我 VR 版本或者影片咁嗰啲我唔知啦。即係總之佢寫就寫電子版本，我唔知可能佢電子版本嘅意思齋電子文字。咁啊，如果用影片嘅方式去演繹嘅時候得唔得呢？我覺得其實都可以包含喺入邊嘅。咁跟住然之後呢，我就認為呢，就提供呢一個字眼呢，就唔包括埋分發或者向公眾提供嘅，因為超越咗你本身嗰個豁免嘅嗰個目的啦嘛。因為你嗰個目的唔係俾公眾噶嘛，係俾某一啲需要嘅人士嘅啫嘛。咁所以就唔應該分發俾或者向公眾公開啦。然之後啦，認唔認為應該要去保留翻現時係去合理查究同埋知會翻版權擁有人係應該，一定要應該嘅，因為你攞人哋啲嘢咧，你就要應該俾人哋知道。咁然之後咧就係面面都有困難，係我諗到嘅唯一一個困難咧，就係可能時代太遠。嗰樣嘢，可能佢當然係用一啲非正式嘅方式係去接觸到有關嘅作品啦。咁但係呢，就係甚至乎舞台劇可能一次性嘅，咁你即係冇去過嘅喎。咁變成一個便於閱讀嘅版本呢嘅話呢，即係有時可能啲舞台劇咁嗰個劇本又係難揾到噶嘛，但係佢就演繹佢出嚟，即係變成一個聲音版本嘅時候，係咪有困難呢？就係即係大家接觸唔到，根本就市面上冇得賣，或者係可能太遠已經停產，咁可能就係加設一個時限，加設一個易唔易喺街度買到嘅，我就覺得可能已經停產咗20年以上，或者根本冇售賣20年以上呢，就係可以唔需要得到 original 嗰個版本，都可以做到呢一個便於閱讀嗰個文本咯。咁就跟住就係到跨境交換 O 唔 OK？我係覺得 OK 啦，係咪？咁啊增加咗嗰個全球嘅閱讀殘疾社群嘅效益啦，同埋佢嗰個流通量啦。咁因為佢就話會唔會被濫用嗰個豁免？咁其實你要濫用就唔需要跨境都可以濫用啦，係咪？咁即係唔關跨唔跨境事啦。咁所以有跨境係 OK 啦。咁跟住落去呢，就冇啦，就係咁多啦。咁有關嘅資料呢，我就會send 翻去佢嗰個 email 嗰度咧，就希望得到佢嘅回應啦，亦都就算即係唔係點樣大改動，都希望一個意見就佢哋可以參考一下，就希望可以幫到呢個社區變得更加好啦。咁今日嘅節目就係去到咁多啦，暫時呢，我未做嘅題目就得翻2個嘅啫，食物侵襲同埋呢個性別承認。其實呢2個議題都非常之難嘅，係好難做嘅，呢樣嘢真係好難搞，因為唔係咁常接觸。咁但係呢，都盡量試下做嘅。咁下一個到期嘅就係9月5號嘅食物侵襲金屬雜質含量規例。咁呢一樣嘢關我哋事啦，當然就我哋食噶嘛，係咪先？即係如果我哋改嗰樣嘢，就係令到你嗰個食物嘅進口或者生產嘅嗰個要求加咗嘅時候，就有機會減低咗嗰個食物嘅供應量。
即係當然會唔會唔夠食啊，好大嘅問題啦。第二就係會唔會提高咗嗰個價格，令到我哋嗰個即係生活成本增加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好關我哋事，但係就好難講我哋。所以我試下講啦。呢個9月5號先到期，咁我哋下次都係嗰句，睇下揾唔揾到其他人陪我一齊討論，多啲意見啊，多啲好處嘅。咁啊，希望大家聽完呢個節目，亦都即係關心一啲香港政府已經刊登咗嘅諮詢文件。即係當然依家嗰個政治環境就比較不如人意嘅。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啲即係有幹勁有目標係可以做到即係好大型嘅嘢，咁你就照做大型嘅嘢。咁但係如果你只不過係即係想出聲，想改變呢個社會嘅時候，但係又唔敢做嗰啲嘢，可能某啲因素令到你唔敢做嘅話，咁就不妨試下呢個僅餘香港政府同我哋香港市民叫做所謂嘅溝通橋梁，都可以應用一下，都係做得幾多得幾多啦。走又走唔到，做一啲勁嘅嘢又唔夠膽。咁入政府改變呢個政府又冇資格，普通平民咪用呢種方法咯，係咪？咁啊，大家努力啦，係啦，今日嘅節目就係咁多，多謝收聽。